各位聽眾，你哋好，歡迎收聽2025年5月31日嘅香港新聞整合。以下嘅內容涵蓋本地新聞、國際新聞、財經消息、體育消息、數碼科技及生活娛樂，帶你了解社區脈動、全球視野及最新生活資訊。請留意新聞中嘅琴日至5月30日，今日至5月31日。本地新聞：國際調解院落戶香港，提升國際法律地位。尋日，國際調解院公約簽署儀式喺香港舉行，中國等30幾國成為創始成員國。行政長官李家超感謝中央政府支持，強調香港憑借一國兩制優勢，成為國際調解院總部所在地，將提供友好、靈活、經濟高效嘅調解服務，提升香港作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嘅地位。外交部長王毅表示，調解院填補國際調解機制空白，香港嘅普通法與大陸法優勢將促進國際爭端和平解決。亞洲排解爭端學院創辦人姚定國建議定期舉辦調解周，鞏固香港作為全球爭議解決樞紐嘅角色。周濟接任中聯辦主任，鄭雁雄卸任。國務院尋日任命周濟為中央駐港聯絡辦公室主任及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免去鄭雁雄相關職務。李家超對周濟表示歡迎，讚揚其熟悉國家對港政策，深信佢將帶領中聯辦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推動由治及興。李家超亦感謝鄭雁雄任內喺維護國家安全及完成基本法第23條立法方面嘅貢獻。政府引入8項技術工種專才，下月30日起申請。政府宣布由6月30日起引入8項技術工種專才，包括護士、資訊科技技術員同埋新型工業技術員等，每工種設3000名額上限，未來3年共1萬名額。消息人士指，設上限係避免大行業佔用所有配額，預料資訊科技技術員需求最大。計劃針對安老院舍護士短缺及產業轉型需要，旨在吸引專才長遠定居香港，同現有勞工輸入計劃冇重疊。18歲嘅男生違反肺結核治療，被強制隔離。一名18歲中學男生確診肺結核之後自行出院，未按時接受治療。衛生防護中心琴日發出強制隔離令，將其送往瑪嘉烈醫院隔離治療。患者因氣促、咳血等症狀喺5月13號入院，但係擅自離院，並僅接受1次抗結核藥物治療。中心已經為其學校師生安排篩查，暫冇其他感染個案。聯合醫院醫療事故，病人鼻胃喉位置偏離。聯合醫院一名病人因鼻胃喉位置偏離，導致少量氣胸同胸腔積液，現已經接受胸腔引流，情況穩定。院方初步發現相關 X 光影像未被妥善跟進，導致問題未及時發現。院方已經向家屬致歉，並成立根源分析委員會調查，8週內提交報告。大欖隧道專營權收回，收費下調，今朝實施易通行。政府今日凌晨零時收返大欖隧道專營權，即時下調所有車種收費。私家車繁忙時段收費降至45蚊，非繁忙時段18蚊。凌晨3點至5點，隧道全線封閉2小時，進行系統轉換。清晨5點起實施易通行不停車繳費服務，駕駛人士需改用屯門公路，部分通宵巴士路線亦改道。64歲女子龍偉欣尋回，案件無可疑。64歲女子龍偉欣今個月6號喺深水埗失蹤，琴日喺通州街公園被尋回，冇受傷，案件無可疑。金管局提醒提防偽冒總裁社交媒體賬戶。金管局尋日呼籲市民提防偽冒總裁余偉文嘅社交媒體賬戶，強調官方資訊僅通過金管局網站同官方社交媒體發佈，並已將事件通報警方。首4個月網騙電騙上升，刷單任務騙案突出。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表示，今年首4個月整體罪案下跌2.2%，但詐騙案上升9%，佔整體罪案約47%。網上騙案及電話騙案分別升17%及26%。刷單任務騙案尤為顯著，騙徒以佣金誘騙市民到假網站開戶。電話騙案則較舊年第4季大幅下跌52.3%，歸功於警方打擊假冒客服電話嘅成效。國際新聞：特朗普指中國違反協議，貿易談判全變數。美國總統特朗普尋日喺社交平台話，中國徹底違反同美國嘅協議，未具體講明細節。美國財長貝森特表示，美中貿易談判略有停滯，或者需要特朗普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直接參與先至能夠達成協議。俄烏下個星期一喺伊斯坦布爾和談，
俄羅斯同烏克蘭計劃下個禮拜一喺土耳其伊斯坦布爾舉行第二輪和談，俄方代表團已經啟程，但烏克蘭外長塞比加要求先審視俄方草案。美國烏克蘭特使海洛格表示，俄方對北約東擴嘅憂慮合理，美方唔希望烏克蘭加入北約。印尼採石場山泥傾瀉，13人死亡。印尼西爪哇省井裡文市一採石場琴日發生山泥傾瀉，截至今日死亡人數增至13人，5人重傷，搜救行動因岩石堆積過厚而困難。省長穆利亞迪指現場唔符合安全標準，當局考慮永久關閉礦區。尼日利亞洪災致117人死亡。尼日利亞中北部尼日爾州因為暴雨引發洪水，截至今日造成至少117人死亡，幾千人房屋被毀，搜救工作持續，當局正尋找失蹤者。韓正出席敦煌文明對話會，強調多邊主義。國家副主席韓正尋日喺敦煌出席第4屆文明交流互鑒對話會，強調中國將堅持多邊主義，推動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為全球文明發展注入動力。多國代表讚揚中國為發展中國家提供穩定性。中方回應美對台軍售，促停止製造台海緊張。外交部發言人林劍尋日回應美國特朗普政府計劃增加對台軍售，強調台灣問題係中美關係不可逾越嘅紅線，敦促美方停止售台武器，維護台海穩定。南韓海軍巡邏機墜毀，調查氣流或者鳥擊因素。南韓一架海軍 P3 巡邏機尋日喺浦項基地附近墜毀，造成4人死亡。當局正調查係咪涉及氣流或者鳥擊。飛機黑盒同埋控制塔記錄將會提供線索。南韓大選提前投票率達34.74%。南韓尋日及今日舉行大選提前投票，投票率達34.74%，為2014年引入提前投票制度以嚟第2高，受近期政治風波影響顯著。中日外交部發言人磋商推動雙邊關係改善。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尋日同日本外務省報道官北川俊博舉行磋商，同意增進兩國民眾相互理解，為中日關係健康發展努力。馬克龍喺香格里拉對話會促國際合作。法國總統馬克龍尋日喺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會發表演講，指中美分歧係全球主要風險，呼籲各國合作防止全球秩序瓦解，並促請勿對以色列採雙重標準。中方研究恢復日本水產品進口。外交部表示，中國海關總署琴日同日方就日本水產品安全問題進行技術交流，日方承諾採取措施確保質量安全。中方將根據科學原則研究恢復進口請求，但福島等10個都縣仍受限制。財經消息，港股低收283點，5月整體升逾5%。港股琴日收跌283點，恒生指數報23,289點，跌幅1.2%。科技指數跌2.5%，全周恒指跌1.3%，結束6周升勢，但5月整體升5.3%，扭轉4月跌勢。滬深股市偏軟，創業板失守2000點。內地股市琴日偏軟，上證指數跌0.47%，報3347點；深證成指跌0.85%，報10,040點；創業板指數跌0.96%，報1993點。5月滬股升2.1%，深證及創指分別升1.4%及2.3%。本港二手樓價指數跌0.79%，創10周最大嘅跌幅。中原城市領先指數琴日報135.16，按周跌0.79%，創10周最大跌幅，反映5月初市場觀望氣氛濃厚，受新盤同關稅政策影響。本港4月財政赤字189億元。政府公布4月財政赤字189億元，開支634億元，收入385億元。截至4月底，財政儲備6354億元。4月住宅按揭新申請跌8%，新批貸款額升2%。金管局數據顯示，4月住宅按揭新申請跌8%至7795宗，新批貸款額升2%至253億元。未償還按揭總額升0.2%至1.88萬億元，拖欠比率維持0.13%。外匯基金4月資產減57億元。金管局表示，4月底外匯基金總資產39,732億元，按月減57億元，外幣資產減211億元，港元資產增154億元。在岸人民幣對美元跌37點子，創逾1周新低。在岸人民幣琴日收報7.1953對1美元，跌37點子，創逾1周新低。市場預料人民幣短期維持區間波動，關注美國關稅政策。
港交所推進無紙證券市場準備。港交所尋日公布無紙證券市場參考資料，要求上市發行人委任證券登記機構，並修訂章程，預計明年實施。市場人士可於6月底前提交意見。香港中央結算公司修訂交收費結構。香港中央結算公司宣布，新修訂嘅聯交所買賣股份交收費結構6月30日起生效，按交易貨幣總值0.0042%計，取消最低同埋最高收費限額。吉利汽車應對減價戰，計劃私有化極客。吉利汽車行政總裁季生月琴日表示，唔會主動發動價格戰，將提高管理效率，應對競爭。計劃私有化極客並整合至香港上市平台，預計今年出口46萬輛。美國4月個人收入升0.8%，PCE 物價按年升2.1%。美國4月個人收入按月增0.8%，個人消費開支 PCE 物價指數按年升2.1%，核心指數升2.5%，均符合市場預期。美股開市偏軟，貿易戰憂慮升溫。紐約股市琴日開市偏軟，道指跌30點，報42,185點；納斯達克跌133點，報19,041點。受特朗普稱中國違反協議影響，人行5月逆回購操作規模減2000億元。人民銀行5月買斷式逆回購操作7000億元，較到期量少2000億元，連續5個月未開展國債買賣操作。體育。曼聯3-1反勝港隊，逾3.3萬人觀賽。曼聯尋日喺大球場同港隊進行友誼賽，半場落後0-1，下半場由奧比、頭槌同希芬連入3球，以3-1反勝。逾3.3萬名球迷入場，氣氛熱烈。港隊後衛余子南表示，從曼聯球員身上獲益良多。王曼昱同蒯曼奪世錦賽女雙冠軍。中國組合王曼昱同蒯曼喺5月25號喺多哈世乒賽女雙決賽以3-0奪冠，為國乒贏得本屆第4冠。王楚欽同埋孫穎莎分別奪男女單同埋混雙冠軍。英超煞科，利物浦捧杯，沙拿奪金靴。利物浦於5月26號英超煞科戰1-1賽同水晶宮，賽後獲頒冠軍獎杯，隊長雲迪克接杯，球會第20次奪頂級聯賽冠軍。沙拿以29球第4度奪金靴，並以18助攻成為助攻王。曼城、車路士、紐卡素奪歐聯席位。英超煞科日，曼城、車路士同埋紐卡素分別以第3至第5名獲得來屆歐聯資格。阿士東維拉0-2不敵曼聯，無緣歐聯，將參加歐霸杯。善拿與祖高域晉級法網第3圈。法網男單賽事，世界第一善羅尋日以3-0淘汰法國老將加斯基特，祖高域亦都以3-0擊敗穆迪，繼續爭奪第25個大滿貫。女單2號種子戈芙及3號種子佩古拉順利晉級，大阪直美首圈出局。車路士4-1勝貝迪斯奪歐協聯冠軍。車路士喺5月29號歐協聯決賽以4.1分反勝貝迪斯，高爾彭馬助攻安素費南迪斯及尼高拉斯即順建功，查頓辛祖及摩西斯卡啲到下半場入球鎖定勝局。曼聯將簽狼隊射手古亞，曼聯據報將以6250萬英鎊簽入狼隊巴西射手古亞，預計交易即將完成。26歲嘅古亞喺狼隊上陣92場，貢獻33球。巴塞新星亞馬續約6年，17歲巴塞羅那新星亞馬與球會續約至2031年。過去2季上陣55次，攻入18球，助球隊橫掃西甲、國王盃及西班牙超級盃。沙比亞朗素接掌皇馬，開啟新時代。43歲嘅沙比亞朗素正式出任皇馬主帥，簽約3年，接替轉教巴西國家隊嘅安察洛提。佢表示將帶領皇馬開啟新時代，球迷對此充滿期待。港足亞洲盃外圍賽迎戰印度，門票聽日開售。香港足球代表隊將喺6月10號喺啟德主場館迎戰印度，進行2027亞洲盃外圍賽第3輪賽事。門票聽日10點起於 Cityline 發售，正價200蚊，特惠80蚊。生活娛樂，旅發局推香港盛夏派對吸引旅客。旅發局將於6月23號起推出香港盛夏派對，提供逾100項餐飲優惠，包括20項買1送1，同香港迪士尼樂園合作送出提早入園證，同海洋公園聯手慶祝大熊貓龍鳳胎1歲生日，並推出西貢海島遊產品。
7月將舉行足球盛會及斯朗拿度博物館開幕，旅發局主席林建岳建議啟德演唱會後提供交通直達旺區，吸引旅客延長留港消費。天氣報告。今日香港天氣預報顯示，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氣溫介乎26至31度，相對濕度70%至95%，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市民外出請攜帶雨具，並留意雷暴警告。資訊聲明。本新聞整合內容主要嚟自香港電台及明報、財經、體育、娛樂及科技資訊則綜合自各資訊平台，所有內容均經過核實。感謝你收聽今日嘅香港新聞整合，我哋將每日為你帶嚟最新報道，請繼續關注我哋嘅更新。祝大家今日愉快，聽日再會。